在地人在地前来看5岁乔欣，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小朋友。伊到玛利亚基金会爱心家园来接受到早疗的教育，即摆会当家己行路，会当开喙来讲话。最近这乔欣毕业了，爱心家园的老师亲身把毕业证书送到乔欣的厝内，甲鼓励迎接人生后一个阶段。 看到真久无看到的老师，卡心真欢喜，随去甲老师问。卡心换毕业后，准备伫厝内进行伊人生当中第一场的毕业典礼。他平常很喜欢照顾同学，然后尤其是那个安安，对不对？都会帮忙照顾同学，然后看到同学要跌倒的时候，他还会还会提醒老师。5岁卡心是一位脑性麻痹的囡仔，自细汉就接受复健。 原本无法度表达生活需求，来到玛利亚基金会爱心家园接受治疗了后，即摆会使开始豆豆行路，嘛会当开喙讲话。一路行来有真侪酸甜苦涩，看到查某囝的进步，厝内人嘛真欢喜。 可以跟一般的小朋友一样，就是这么棒。我们其实最希望他有他自己的生活的自理能力，可以跟一般小朋友一样，会跑会跳。卡心完成学前教育，要入去幼稚园读大班。爱心家园的老师嘛，期待透过这个特殊的毕业典礼，鼓励伊勇敢走向人生的后一个阶段。